大家好啊，又嚟到周五直播室嘅時間啦，咁就放完一個長假期，到咗今日都已經開工開咗3日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兩樣嘢啦，就希望喺10分鐘內一定要搞掂。咁就大家又可以又知多啲啦咁樣。咁就話說喺呢一個放復活假之前咧，就去探咗喺深圳住院嘅一位客戶，咁佢就要做一個叫做膝關節嘅置換術啊，即係換咗個膝頭哥嗰個菠蘿蓋咁樣。咁呢個手術喺香港咧就係要使成10幾萬到12萬左右。咁如果喺大陸做嘅話咧，講緊成個套餐包埋覆診嘅話咧，包埋一系列嘅物理治療都係講緊7萬蚊左右就可以啦。咁客人咧考慮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啦，亦都有問到屋企人嘅意見啦、朋友嘅意見啦。咁最後都係決定咧喺呢一個大陸嘅私家醫院度做嘅。咁佢去嘅呢間醫院咧就叫做和睦家醫院，係啦，新豐和睦家醫院。咁就呢一間醫院咧就係亦都喺好多香港人嘅圈子入面咧會聽過呢一間醫院，因為就係當年我哋司長梁錦松先生咧係有份去投資嘅。咁亦都咧係講緊係港資嘅背景啦，咁亦都好有實力啦。喺呢個叫做醫師嘅資源配置上面，除咗會招收大陸嘅三甲醫院嘅醫生之外咧，亦都會同整體和睦家醫療集團嘅外籍醫生啦，同埋一啲專家啦去聯網，亦都會吸納中國嘅專家咧，為到我哋灣區嘅居民，咁香港都係灣區咁大灣區，咁提供呢個醫療服務嘅。咁所以咧今日已經講緊話大陸嘅私家醫院服務咧，係隨時可以係媲美香港嘅嗰個質素同埋嗰個整體嘅一個體驗嘅。咁介紹多少少呢一間和睦家啦，但係就唔係我哋 sell 佢嘅，而係大家真係好值得去了解。依家個發展咧真係一日千里嘅。講緊和睦家佢係全科醫療為中心啦，結合咗高水平嘅專科服務，包括一個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眼科、耳鼻喉科等等。50幾個專科嘅，同埋有住院服務啦。全醫院咧提供350張病床啦，13間手術室啦，12張 ICU 嘅床位啦。9個急症室啦，同埋咧有檢驗中心、影像中心同埋自動化嘅藥房，更加擁有全國領先嘅手術器械啊！按照咧國際標準設計同埋營運嘅。呢一啲都係大家上網可以揾得到嘅資料啦。但係咧實際嘅體驗咧，大家又有冇去體驗過咧？或者有冇聽人講過咧？而我去分享下咧，就係我今次去探病人之前咧，喺我哋自己嘅保險團隊已經去 visit 咗呢一間醫院2次㗎啦。就係第一次就係喺佢哋啱啱裝修完冇耐，我哋就已經去了解佢哋成個配套係點樣啦。第二次咧就係佢哋已經營運咗1年之後咧，我哋再去考察多次，見到所有嘅唔同嘅科室啦、設備啦，亦都係非常之齊全，同埋係好新淨、好整潔。依家營運咗已經差唔多2年幾啦。再講埋咧客人個實際嘅體驗啦。客人咧今次做呢個手術咧，佢嘅成個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好似住緊5星級酒店，甚至乎係好過香港好多嘅私家醫院。因為我哋講緊香港，我哋住私家大房啊，就係講緊話好啲就3至6人房，係啦，甚至乎講到話6至8人房、6至10人房都叫做大房嘅。但係喺佢哋度咧，就已經係大房都係講緊話單人房，係啦，大家冇聽錯，就係咁樣嘅一個程度。所以成個期間咧住院咧，客人係住咗5日嘅醫院。做完個手術之後咧，亦都係啦，就第2日做，跟住就唞3日，跟住先可以出院。而呢幾日入面咧都要每日去做返有物理治療啦。亦都咧有護士咧係講緊話每個鐘頭咧都會去入房睇一次客人咁樣嘅。所以就算講緊話香港係咪去到咁樣嘅程度咧，或者可能咧各樣嘅設備，呢一個亦都係大家可以比較嘅嗰個範疇。同埋咧就係講緊話整體嘅費用啦。平係咪一定代表唔好咧？就絕對唔係㗎，甚至乎可能整體嘅質素都更加
優質添咁樣。咁如果有機會親自去睇一睇咧，呢個叫做大陸依家講緊話私家醫院啊，啲自資嘅費用嘅醫院啊，係啦，或者用保險去 claim 嘅話咧，咁其實絕對可以咁樣去考慮嘅。咁客人就成件事就非常之滿意啦。咁我去睇咗一個叫做探一探佢咁樣，都見到咧成個體驗好好咁樣。咁同大家分享咗呢樣嘢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你依家嗰份手頭上嘅醫保咧，係唔係能夠 claim 得到呢一個叫做大陸嘅保險咧？其實理論上啦，就香港買嘅醫療保險咧，就基本上都係限咗就冇限到話中國內地嘅醫院唔得嘅，而係講緊咧就呢一個亞洲區域內基本上都冇咩大問題啦咁樣。如果要講緊話住到亞洲以外咧，咁就可能係一啲高端嘅醫療保險先可以包得到啦。咁大家可以注意呢樣嘢啦。咁另外咧，上個星期應承咗大家就會分享一個叫做保單嘅全新身份。咁一個叫做後備受保人，另外一個咧就叫做保單承繼人啊。係啦，保單承繼人。咁呢兩樣嘢咧，其實就有啲咩作用咧？同埋以前嘅保單有冇嘅咧？直接答大家，就以前嘅保單係冇得做呢一啲嘅。以前我哋講緊話，我哋買咗一份單之後咧，我個受保人一離開呢個世界，就要即刻賠錢俾受益人，咁張單就完結㗎啦。但係我哋知道一份保單，如果我哋譬如去供款係要供10年嘅，跟住等佢滾存，有可能滾存幾年，滾存5年到10年，跟住再去等佢派錢或者喺入邊咧去攞錢去使用嘅時候咧，嗰份保單嗰個實際嘅效果同埋個威力喺後邊嗰部分先去展現嘅嘛。咁如果一張保單喺嗰個供款嘅時候，受保人已經離開咗啦，或者可能啱啱供完款，受保人就已經同呢個世界説再見，咁嘅時候，其實有冇得去令到張保單喺今日嚟講可以繼續延續咧？就可以嘅，所以我哋就要知道有呢兩個新嘅身份角色啦，就叫做後備受保人同埋保單承繼人啦。有張單張就非常之好嘅，大家如果喺個嗰個叫做 comment 度打個1字咧，咁我就會 send 俾你嘅啦。咁呢個單張就講緊話係保單延續及傳承啊。咁佢講緊啲咩咧？就係話面對突如其來嘅轉變咧，想讓呢個至愛得到財政上嘅安心支援，我哋都可以考慮點樣將保單延續落去，就係透過委任呢一個後備受保人同埋保單承繼人。就講緊受保人不幸突然離世嘅時候咧，呢一張保單仍然能夠去生效，等呢個財富咧傳承去後代，即係展現咧呢一張保單嘅真正嘅威力啦咁樣。點樣運作咧？就講緊話喺我哋呢一張客人買完呢一張保單簽發之後，咁就要委任咧呢兩個新嘅角色啦。係啦，委任就填 form 簽名。係啦，就一個叫做後備受保人，另外一個叫做保單承繼人。咁去到受保人咧就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咁其實後備受保人咧就可以去選擇喺呢一個受保人離開嘅180日內去遞交翻相應嘅表格咧，去更改個受保人咧就成為佢啦咁樣。當我哋公司Manulife 接受呢個申請咧，後備受保人就可以成為新受保人啦。另外咧，保單承繼人亦都係啦，亦都係交翻相應嘅 form 咧，就可以咧承繼呢一張保單，成為新嘅保單持有人啦咁樣。舉個例子啦，Matthew 一位爸爸，Matthew 爸爸佢咧就買咗張保單，係啦，儲蓄增值嘅保單，佢就係保單持有人同埋受保人。咁佢嘅太太咧就佢就委任佢太太做呢一個保單嘅承繼人，係啦。同埋委任佢個仔咧，係啦，就作為呢一個後備受保人。個好處係咩啊？就係講緊話，當Matthew 爸爸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太太咧就係可以去承繼呢一張單，成為新嘅保單持有人啦。而新嘅呢個叫做新嘅受保人咧，就係佢哋個仔係啦仔咁樣。令張單可以繼續去有個滾存增值，
係啦，咁就唔需要咧，一定要喺嗰個Matthew 爸爸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就成張單要賠俾個受益人，就冇得再繼續增值。係啦，因為我哋講緊咧呢啲保單啊，去到第20年嘅時候咧，隨時可能喺無風險嘅情況底下，講緊咩意思啊？就係話本金唔會虧損嘅情況底下，佢可以係一年可以多多4、5、6%嘅嗰個增長嘅，因為佢哋嘅威力喺後面先會展現。咁大致上就係咁樣嘅概念嘅。咁所以今日嘅分享咧係啦，非常好啊，超時啊，用咗11分鐘就分享咗兩樣嘢啦。就原來我哋嘅香港嘅醫保保單，如果我哋想要去係有更加好嘅整體質素，就可以係去用大陸嘅私家醫院啦。咁其次係保單即係保險可以 claim 得到。同埋加多樣嘢就係全新嘅2個保單身份啦，呢個叫做保單承繼人同埋後備受保人啊。如果大家想攞呢張單張send 俾你，就打個1字，同埋咧就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啦。其實就係咪？唔好打1字啊，WhatsApp 我啦。今日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見。